通化市的主持讲有卷入这个风波，有人讲通化市的主持伫林岱华竞选立委的期间，会出现伫竞选总部处理服务处大细项代志，秘书室团队的总干事两个人关系真好。风声讲林岱华敢若是请支持者将赞助也是政治现金先捐予通化市，而且用各种的名目来支付伊将事初选的相关的开销。 2021年9月，林岱华大寮服务处青红衫查甫人摕出来的文件，是对调查局偷摕出来的，疑似是要漏泄秘密给林岱华。因为当时林岱华疑似收政治现金去互调查，严格伊出面解释，经过3年多，这件案件各方并出来讲。 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去互约谈，检调当时也将高雄进步区这间通化市的主持带转去侦讯。伊就迄个啊，伊就阮迄个通化市的迄个啊，阮有一个迄个咧念佛的法会啊，伊咧做阮的会长啊。新众拢知影，林岱华是这信徒，而且阁是护法会会长。 拢讲伊和主持关系大吧？主发了大愿，在弘扬弥陀大法当中的同时，通化市的大细项活动，林岱华大部分都会参加。有人私底下透露，通化市的主持在林岱华选举期间会出现伫竞选总部，负责处理服务处大细项代志，就像团队的总干事共款。敢是像风声讲的？ 林岱华技术请支持者将赞助或者是政治现金先捐予通化市，了后再个以各种的名义来支付伊初选的相关开销，这拢爱个调查。这我无了解咧，是哦，我嘛无方便伊个讲啥物啊。新疆正低调，相信主持的清兵，嘛相信司法会幸福主持一个公道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